惨的残存阿伯人咧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归倒去？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只有快快乐乐做着如同过日子，才会当安慰自己心内的虚伪。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只有快快乐乐做着流港过日子，才会当安慰自己心内的虚伪。